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有多久沒有認真看過手裏呢塊麵包嘅配料表啦？很多人買麵包就看兩樣東西，價格和口感，軟不軟，甜不甜，便不便宜。至於裏面放了什麼，大多數人壓根不則在乎，或者說根本看不懂啦，全密密麻麻嘅化學名詞。但就這種不在乎，正在悄悄傷害你最愛嘅家人。我做麵包這行將近20年，見過太多事情。早些年我就喺一間大型連鎖麵包廠當技術師傅，什麼東西加進去能讓麵包更軟更香，保質期更長，我心裏清清楚楚。後來自己開了一間小店，因為堅持不加某些東西，生意一直比唔上旁邊那些大品牌，但我睡得着覺。有些同行見到我低頭不說話，因為他們知道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今日我輸的這些熱淚，很多人死都不敢講出來，因為講出來斷的是整條利益鏈。但我覺得這些事情你們應該知道，特別是家裏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嘅，一定要看完。市面上有4種麵包問題最大，購買頻率又偏偏最高。我一個一個嚟說完，你可能再也不會隨手拿起一包麵包就往嘴裏塞了。先說第4種，也是最常見、被忽視最多的超軟白吐司，也就是大家常買呢種切片方包。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一包方包可以放5-6天，甚至1個星期都不發霉？還是軟軟的正常嘅麵包，2-3天就開始變硬變乾，這是天然的物理反應。但貨架上那些工廠方包好像永遠都在最佳狀態。這背後靠嘅不是什麼特別的保鮮技術，靠嘅是一堆添加劑組合拳。第一樣是硝酸鉀，這個東西曾經是全球麵包廠最愛用嘅麵團改良劑，能讓麵包結構更穩定、體積更大、外觀更漂亮。但世界衛生組織早就把它列為可能致癌物，許多國家和地區相繼禁止在食品中使用。問題是個別生產商會用其他相近嘅氧化改良劑替代，同樣有潛在風險，只是明知換了消費者不言思而已。第二樣是丙酸鈣。這個是防霉劑，本身在正常劑量下算是相對安全，但長期大量攝入，有研究指出會影響腸胃功能，對消化系統本來就弱嘅老人家以及腸道仍在發育嘅小朋友刺激更為明顯。而工廠方包為了延長貨架期，用量往往不輕。你看那些能放1周都不發霉嘅方包，裏頭嘅防腐劑含量基本上唔會少。第3樣是乳化劑，主要是單甘酯、雙煙酒石酸、單雙甘酯這類。這些東西讓麵包嘅口感變得極度柔軟，像棉花一樣嚼起嚟特別討好。但近年多項研究發現，部分乳化劑會干擾腸道菌群，長期食用與腸道炎症、代謝紊亂存在關聯。偏偏老人家和小孩子特別喜歡吃這種軟麵包，以為軟就要新鮮，其實呢種軟是化學調出嚟啦。我開小店呢幾年，曾經有一個街坊老伯，每天早上都嚟買我哋白方包。有一段時間我斷貨，他就去旁邊便利店買那種包裝方包，吃了2個月。再來找我的時候，他說肚子經常不舒服，大便變得不規律。我沒有直接說什麼，只是叫他多留意。這當然不能100%歸因，但呢2個月他唯一改變的飲食習慣就是換了那種方包。說完第4種，再來講第3種，也是不少人做得比較健康的選擇。全麥麵包，全麥麵包這幾年大熱。很多人為了健康特意選它，以為高纖維、低升糖，營養更豐富。但市面上90%以上你買到嘅所謂全麥麵包，根本不是真正嘅全麥。真正嘅全麥麵包，顏色偏深褐色，質感偏粗，口感略帶苦澀，保質期短，而且價格不會太便宜。但你在超市便利店看到嘅那些全麥麵包，顏色金黃，質感柔軟，口味香甜，這不是全麥，即係麵粉加啲焦糖色素和少量全麥粉假扮出嚟嘅。按照比較嚴格嘅標準，全麥麵包嘅全麥粉含量應該佔到麵粉總量嘅1半以上，才勉強算得上名副其實。但不少產品全麥粉含量只有10%幾甚至更低，其餘全是精白麵粉，再加一點焦糖色素調色，讓你看起來覺得這個比較黑應該是全麥，這是最常見的視覺欺騙。更危險的是，為了讓這種偽全麥口感更好更甜，廠家會額外加入大量嘅糖和果葡糖漿。果葡糖漿呢個東西比普通白砂糖更容易升高血糖，而且在人體內嘅代謝途徑跟普通糖不一樣，長期大量攝入與脂肪肝、胰島素抵抗嘅關聯性，在學術界已經有相當多嘅研究支持。老人家如果有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買全麥麵包本來是想控糖，但買到這種偽全麥吃進去嘅糖分可能比吃普通白麵包還要多，這不是健康，這是被包裝騙你嘅風險。順便說一句，不少打着無糖旗號嘅麵包會用阿斯巴甜胺菜蜜等人工甜味劑代替糖，這類甜味劑近年來一直有爭議。世衛組織嘅相關評估報告多次被討論，雖然目前在許多地區仍屬合法使用，但長期大量攝取對腸道菌群嘅潛在影響
以及個別研究提到嘅其他風險都值得警惕，特別是對身體代謝已經開始走下坡嘅中老年人。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現在可以先點個讚，等下繼續跟我講第二種和第一種。那兩種才是我認為風險最大、最叫人擔心嘅。第二種是很多人當早餐、當下午茶、當零食的奶油夾心麵包，或者花式裝飾蛋糕包，就是呢種切開嚟裏面有白色或黃色奶油夾心，外面可能還有糖霜裝飾嘅麵包，這類產品嘅核心問題，說穿了只有兩個字：反式脂肪植物奶油起酥油。這是奶油夾心麵包和裝飾糖霜最常用嘅原料，成本低，口感好易儲存，是食品廠嘅最愛。但這類氫化植物油在加工過程中會產生反式脂肪酸，而反式脂肪酸對心血管嘅危害是目前醫學界最有共識嘅飲食風險之一。它會提高壞膽固醇，降低好膽固醇，直接增加動脈硬化、心臟病、中風嘅風險。世界衛生組織早在多年前就提出要全面消除食品中嘅反式脂肪，很多發達國家或地區已經立法嚴格限制。但現實情況是，法規允許食品在反式脂肪含量低於某個數值時標注零反式脂肪或者不含反式脂肪，但這不代表完全沒有。何況監管力度參差不齊，部分廠商在宣傳上大做文章，消費者根本難以分辨。還有一個問題經常被忽略，那就是這類麵包裏的奶油夾心所用嘅人造奶油，除咗反式脂肪之外，為了保持顏色和香氣，或會加入人工合成香精和着色劑。呢種奶油味、奶香味聞起嚟濃郁，但天然牛奶裏根本不存在這麼強烈嘅氣味，那完全是人工合成嘅化學分子模擬出嚟嘅感覺。老人家嘅血管本來就比年輕人脆弱，長期吃這類東西對心腦血管嘅累積傷害相當可觀。更叫我擔心嘅是，這類奶油夾心包往往外形好看，口感甜膩，小孩子特別喜歡，家長也覺得就是個麵包能有多大問題，不加節制地買個孩子當零食。但反式脂肪對孩子發育中嘅神經系統和心血管系統嘅影響，同樣是有研究關注嘅議題。我有個同行做麵包店做咗30多年，私底下從來不讓自己的孫子吃這類奶油夾心包。他跟我說，這東西就是用來賣給不懂的人的，自家人碰都不碰。這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講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前面3種係有得選，無非就是買貴一點選配料，簡單一點的產品就好了。但接下來說嘅第一種才是我認為最需要提高警覺嘅某些號稱現烤手工、天然無添加嘅網紅麵包、精品麵包店產品。這種最叫人防不勝防，因為它嘅殺傷力來自信任二字。你買大型超市嘅包裝麵包，你知道裡面有添加字，你會看配料表，你心裡有一定嘅防備。但你走進一間裝修精緻空氣裏，彌漫着烘焙香氣，店員笑着告訴你，全部手工現烤、天然原料、不含防腐劑嘅精品麵包店，你的防備心幾乎歸零。你掏錢買單嘅時候是心甘情願嘅，因為你覺得自己就為健康買單。但事實是，這個行業裏無添加3個字是成本最低嘅營銷工具。講你可能不信，但這是真實發生在業內嘅事。有些精品麵包店確實用了好原料，真的減少或不使用某些添加字，但售價也相應很貴。薄利經營口碑靠口耳相傳，但更多的打着手工無添加旗號嘅商家，用的是跟普通工廠麵包大同小異嘅改良劑和添加劑，於是包裝更精美，故事講得更好聽。有一樣東西特別值得點名，就係消化格和各類麵包改良劑。這些東西無色無味，加進麵團裏你看出來，吃起來嘅感受不到，但它讓麵包蓬鬆得更快，烤出嚟顏色更均勻好看，口感更有爆發力。很多標榜手工的麵包店，師傅在揉麵的時候順手就放進去了，這是業內公開的秘密，不說是因為沒有必要讓顧客知道。更嚴重嘅問題在於，精品麵包店通常沒有大型工廠那樣嚴格嘅質量檢測體系，原料供應商添加劑來源嘅把關比工廠更鬆散。我見過有店家從來歷不明嘅散裝渠道拿添加計價格便宜，但成分和劑量根本沒有規範。工廠用嘅至少有正規供應商和出入庫記錄。精品小店這邊很多時候全靠老闆一個人嘅良心。係一類情況是，某些網紅麵包在製作過程中大量使用高糖高油配方，比如鹽焗芝士包、肉鬆蔥油包之類，本身含鹽量、含油量、含糖量極高。對於有高血壓、高血脂、心臟問題嘅老人家，每天吃1-2個積累下來嘅負擔相當大。這些產品既不會在門市張貼營養成分，老人家也不會想着去問，只覺得好吃就一直買。前段時間我去探一個認識多年嘅老街坊，他女兒每週都會特意去一間口碑褒錯嘅網紅麵包店買麵包孝敬他。媽媽覺得這種麵包比超市更健康，但那間店嘅招牌產品是高糖高油嘅奶酪包系列，含鹽量也偏高。
老人家本來就有高血壓，食一段時間之後血壓控制得不太好，去看醫生，醫生問飲食財貨費問題所在，手工精品不代表適合所有人，特別是中老年人更要留神。說了這麼多，我知道你可能有點不安，覺得麵包好像什麼都不能吃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從此遠離麵包，而是叫你學會怎麼選。首先看配料表，這是最基本的一步。配料表的排列順序是按照用量從多到少排列的。第一位是什麼？就說明這個產品主要成分是什麼。如果配料表前幾位出現植物奶油、起酥油、氫化植物油，直接放回去。如果配料表一整行都係看不懂嘅化學名詞，就算外包裝寫咗天然健康，也要三思。其次，配料表越短越好。真正好嘅麵包原料無非就是麵粉、水、酵母、鹽，頂多加點糖、雞蛋、牛油，就這幾樣配料表應該簡單明了。一種配料表密密麻麻寫咗20-30種成分嘅，不用細看，直接放下。第三，別被保質期騙啦。保質期特別長嘅麵包往往意味咗防腐劑用量勿回少。正常不含防腐劑嘅手工麵包，室溫下2-3天就會開始變化，即係正常嘅，不是壞事，是天然嘅信號。如果一包麵包可以放1個星期，跟剛出爐一樣，那你應該問問自己是什麼在維持這種新鮮感。關注這個頻道的朋友，很多都是家裏的頂梁柱，上要照顧父母，下要顧着小孩買麵包。這件小事可能你每週都在做幾十年如一日，從來沒覺得有什麼問題。但細水長流嘅飲食習慣才是影響身體最深嘅東西。1頓2頓冇問題，3年5年地積累下來就是不一樣嘅結果。如果覺得今日講嘅對你有用，麻煩動一動手指，點個讚轉發出去，讓身邊嘅老人家和有小孩嘅朋友也知道這些事情。這類內容平台不太會主動推給人看，全靠大家幫忙擴散。如果你還沒訂閱這個頻道，也順手訂閱